从60岁的人唔买了唔得到做案，点都做得开创第二人生。花样同学会都系爱团太高太低，向下挑战唔识做过嘅事情，完成头摆嘅梦想，寻转深度嘅热情同期待。准备了，同能向下展开一场去拍的追梦旅程。我哋3年呢，對小學開始啊，都係同學，都也係已經有50-60年嘅情誼啊。時間喺變，我哋路路開始變變，以前冇當咩教路，更加耐就係當咩教路。同學感情哦，見來見好，啊有限嘅嗬，同學都會相知強下。我哋同學平常時他們都這個錄下的事情，平常時都冇乜個搞起吧。但是遇到事情嘅話，意義上挺樣嘅，參數多大，所以我哋同學感情都會越來越好咯。我也拜訪嘅三妹泰國啊，伊能都係屏東女僕嘅行業。唔過我今日睇原住民為主嘅山體們，認真其中一位泰國啊，伊係魯凱族嘅駙馬爺哦，伊能過接睇下只嘅氣氛，沒有愛睇下見面，我嚟拜訪伊嚟。佢有原住民風格嘅味道呢。泰哥，你好，來啊，坐下來。你係在後古樂村2號路口。好啦，那邊過來。快動快啲，望樣啊。啊，你有師傅嘅冇？師傅嘅冇。過了。嗰個也咪都係文明哥。係。啊，趙公哥，邊坤哥。阿忠，安尼趙公哥是從本家下文明哥安尼橋啊。哎呀，身體冇。輝都來啊，輝啊。拜。不是輝哦。係啊。喏，唔咩會本文明哥。唔上快水都來變橋啊，膝蓋啦。那橋一次就好了嘞。名看到你有乜個問題？馬上咱辛苦，醫生嘞，樣哦。唔可以啦。指甲。哦，要。你這邊很痛啊，左邊。哪對骨瘦路安尼個拔樹？骨瘦啊。拔樹包。哦，這個有點小問題了。你看地上。你放心，放輕鬆，對，放輕鬆。過了。再看那邊，放鬆。兩邊過了，睡。Oh my god！你看，馬上鬆掉了。哇，很厲害。耳朵呢？耳朵會不會耳鳴？唔會。唔會。呀，唔好問佢牙路講唔會嘅。那就好了。再來做。哦，謝謝。我眼嚟去去家去學，去屯營學。因為1988年我發生嚴重的茶風，我腰椎斷以後經過80年的治療，然後好以後我就想講應該去做一啲對膝蓋各有意義的事情，對病人啊各有意義的事情，故所我來去學脊椎。學過以後我就去個泰國清邁醫學院去學解剖學。剛剛講去南美洲去學。咩？我去南美洲係因為做水草的工作，在南極大圈，我白天呢我都做水草，按不條路做脊椎免費。所以天使之手是當地人取的，叫 Mano de Ángel，就被我摸過就好了。家邊混過咯，你做乜嘅工作？種田務農啊。一回事就係，你本來一回事就務農誒，冇做配對條路係咪？有啦，之前有上台北賣檳榔過，有賣了10幾年。還有人都會過來屏東咯。慢慢的，可能父母親年紀大了，可能過來看住照顧一下、照看一下啦，所以就放下來。家種乜嘅？其他都還是一樣，檳榔、香蕉、雷夢。家就講咯，你係為什麼需要常常安尼敲？錢穿太多啊，錢穿太多，穿得牙痛嘅痛啊。哦，就講我去做乜嘅？我更加是咧做機電工程啦，以前是視察咧送貨嘅。
年强的时候，听吃茶松坡，哦又试过游览茶，哦，係哦，係啊，乜都做嘅，啊無法度路嘅，我都學安尼技術來做到路。但係吉田工廠路係水天相關安尼係咪？係相關咧。哦，甲同學嘅唔有個聽書。係就係不是喺咪嗰行我。天賦唔會錯啊，係。哦，連天賦馬唔會錯。唔會同係做哎咩呦，嘢我卡民宿全部都喺嗌個，而且喺身體，而且有屋嘅。哦，安尼搞灣，哎嗰種路免費係咪？全部免費啊，係啊，免費係。開玩笑。有像他幫我們裝東西，就拿錢給他，他也不要。我給他調身體，要拿錢，他也不要。那就有錢啦，拿錢就。那炳坤哥，唔愛用乜嘅搞灣啊？沒用青春的肉體啊，對啊。我會帶朋友來捧場啊。咁樣種嘅香蕉啊，也就唔能夠點食係咪？我會送一點啦，就是。哦，安尼幾好呢嗬。哦，仲好噶，搞到。互通有無嘅嗬。嚇。按教先啊，喺萬世嗰時候，唔係喺同班同學嘛嗬。同班同學。啊，家下如果輸嘅嚇。冇歸輸啦，自己玩自己的。因為我哋過小時藝術太好嘅，藝術細細隻嘅。我哋嗰時候全細細隻嘅燃料，我哋都睇隻嘅全睇隻。高一點，那個高啊，真的。咁能量咧，如果說下家下，沒冇。他是會讀書，我們是不會讀書的。反正我們啊，是你啦，我沒有呢。哦，你是高的，唔係會讀書誒。我也還好。嗰種真係冇強樣嘅操權安尼。咁我有機會40年過後有個持強下咯。同學飛啊路嘅嘛，還有時間上啊，好時間上個工作環境啊，互相利用啊，才會進來。互相利用。誒。第一擺同學飛係乜嘢有誒？有誒同學飛。哦。啊，但係你要拍第一擺，你要拍。哦。咁唔能再個持個強下弄會唔能上嚟按，要見他按好。18年我係有一擺。哦。如果18年過後，你有一擺。他講你嘅手臂用嘅床單球啊，嗬，嗰邊咧心靈上個契合也自然就會同他，係啊，其實講起啦，嗬，都係你一個年紀啊，在非常講小學嘅事情啊，唔會讀書唔會讀書，嗬，都不重要，反而嗬，人家會想起來，唔像以後對下嘅藝術，啊，以東岸到天嘛嘅，同學入嚟按聽書啊，又冇讀書啲。其實我哋深度啊，我講啊，真是好得嘢唔會讀書。係，因為台灣都以前嘅批人同人哋走水天啊，當然你要拿。啊，當然我哋言歸正傳嗬，睇過參加一個花樣同學會。都係愛參加一個挑戰，睇過你有想過乜個事情有實想去做，忙着做過。有喺個南極大圈呐，係，係叫做滑雪，可能我哋台灣唔係全部都係滑雪嘅地方。哦，你忙着滑雪過？那是。哦，你有想過嗎？完全興趣缺缺。咁你想去做乜嘅咯？衝浪好唔好？哦，衝浪哦，衝浪喺後面呢，但是佢會去，但係因為我哋心裡有一點陰影啊，特別我小6年級，係啊，我哋強班同學，建議咧翕個畢業照，啊我哋喺度睇係話不過癮，有13個都翕咗就去潮水嘅，還有啲同學呢，有啲睇嘅乜嘅嘢啊，腳踏茶店旁邊，可能我哋喺度睇係話去啊腳踏茶應該有啲特別停過來，啊結果有啲參死嘅。有啲弊，可能他嘅深度有啲陰影啦，係啊。嗰種對水有18顧忌安尼啦吼。跟你個有一種訓練狗那種的。訓犬師哦。對，我知道，就是把這狗把它教會，因為像來講哈，它不是就不能怕它咬到別人哦。所以如果能就是說有一種方式讓我們學會訓狗的話，讓它聽我們的話，哎，這樣我們會比較在家裡住得比較安心。哦，嗰種訓練狗誒，你會感覺嗰種有興趣啊？有點興趣，可以摸草，而且有點成就感啊。如果能把一隻狗訓練它會聽話的話，感覺還不錯了。因為訓練狗有亞種，有一種係比糖花都好誒，啊有嘅係還可以救你。
无强用，对对。国主无强对用，啊那你上的，搜救犬哦，系咪？嘿嘿嘿，搜救犬，咁你上的训练哪一种？我感觉因为不是在天上看见搜救犬啊，那去碰见天数哦，就是很英勇。相当好可以救的啊。人，刚刚是迄可以救人的嗰種搜救犬，而呢咧訓練員嗰種很多領犬員，人哋都會去做領犬員，哦，領犬員係，因為伊呢係叫佢去出任務，啊人哋係帶輪帶兩叫嘅嘢，好啊，咁人哋安尼好哦人哋咩忙是有人挑戰呀嘅，係啊，係啊，咁人哋去情況啊，哦，好啊。想去做一個合格的帶救員，做得講天初愛像泰國安尼按下救的，同時還愛個有耐心，還個對小狗狗愛幸福，能做得喺從鳥鳥嘅訓練過程當中，同小狗狗培養出一定嘅默契。此外，每個帶救員咪係體能一等一的消防員，安尼能有好體力，帶領小狗狗上山下海出任務。究竟也到泰國前面到屯起家一定加卡嘅盤，做一啲定正嘅帶救人，去到在其成功救難無呢？小队长，嗨，哇，站上面很帅气呢。小队长，我今天带3位大哥来体验这个领犬员，因为他是带领搜救犬来搜救，对不对？哦，对，是这些搜救犬呢，一般都是跟我们领犬员在一起。我出去就是必须带我的狗，那我的搜救犬不可能给你去带。是，是啊，因为你们就是一对 partner。对 partner。那我待会会请我们的领犬教官带他的搜救犬出来示范给你们看一下。哦，太好了。好了，请我们的李信荣李教官带他的 Roger。好，李信荣教官。那待会大哥你躲的时候，你就安安静静的要躲在箱涵里面。好。那就講過係難到一對 GoPro。哎，GoPro，我翕咪比翕叫呢。那待會狗狗找到你的時候開始吠叫，你就不要出聲音了哦。好。好。要下問高管，高管講起了。嗯。哦。那大哥放輕鬆哦。好，放輕鬆。你們的那個空氣是蠻稀薄的哦。好。等下我計時，看下 Roger，吼，伊個給成績用的。救命哦！哦，快死！好，开始。Roger 上弓了。你可以調理的哈，因為啲順條在行。嘿嘿，唔咩我被前面哦。好熱哦！里面的時間跟外面時間是不一樣的。你曬太陽跟吹冷氣時間是過得不一樣的，一個是舒服，一定是受困，不一樣的心情。無按好前呢吼。其實人哋係已經看到人體內哦吼，但是哦安尼。你體型會複雜吧？安發達吼。哎，請到。哎，請到了。没有人吗？把你救出来喽！耶 ，OK，good。出關了。好，請到。第一隻任務結束，我請天嘅高管呢。哇！我緊張呢，我睇你緊張呢吼。沒人故意哦。唔係哦。哎，請到。哦。哎，在叫。因為人哋這個用看呢，吼。哎，你想象唔到，假使用 P 只會 P 用某個時間吼。對呀。嗯。請到哎。哦，有了。哇，厲害！我們要來公布一下啊，周廣哥，你知道剛剛 Roger 找你花多少時間嗎？我想差不多半個小時有吧。真的？
1分43秒。哇，那好厉害哦！可能我味道比较重哦。然后第2位教官是才1分16秒，所以2位加起来不到3分钟。在标准考试里面是要半个小时早晚，他仅仅才花3分多钟，所以他算是很 top 的一只狗了。所以我们给他就鼓掌一下。哇！当然，第100看都是对震撼度讲啊，哦，这些毛小孩实在太厉害耶，很快都可以擒到。而且教官，我们搜救犬台湾的历史是不算长，是吗？哎，不算长，这个要追溯在民国88年921大地震之后，各县市才发现，哎，我们在搜救犬这方面会比较弱了一点，所以在各县市开始成立这些搜救犬。所以你们一定是花很大心力，对不对？哎是可以训练出像当然感觉很难哎。你们今天既然来了，就尝试一下，但是不要怕失败啊！哈，如果失败的话，就回家吃自己。可能让 Roger 来训练我们比较快。哦，对哦，Roger他很聪明哦。哇，3只漂亮的狗狗加入了。这只是黑色的拉布拉多女生，她叫肉影。那它呢？叫阿卡，是男生。阿卡。那这只男生，然后叫 Dan。这4位狗狗，它们应该战绩都很彪炳，对不对？当然啦，哎，我们最常见近几年的817豹啊，台南维冠大楼倒塌，花莲云雀大楼，一直到最近这几年109、110、111年，我们高雄那个柴山，还有西子湾、阿朗伊古道，哦，有人员走失，他们都有出勤，无一不语哎。对，哇，所以这些劳苦功高的毛小孩，也是我们常称的赤脚英雄。好，所以那大哥们有没有你们中意的？我从小就喜欢狼犬。你喜欢狼犬？文明哥很想要跟那个狼犬，我也喜欢。炳坤哥也喜欢。你也喜欢吗？对。炳坤哥现在真的眼睛没有离开过他。而且他帅，这只狼犬好性格，好帅哦。我要选他。那文明哥你要让吗？让给炳坤哥。好。那你要他呢？要开始做训练呢。教官，我们要先怎么开始？我已经把我的宝物先穿在你身上。对，小叮当的百宝袋，里面都是食物啊。这边呢是大概价值1000的，1000的，好，一颗。然后这边的是5000的，哦，5000的，5000块耶，零食，长得不一样。再做的更好一点呢，我们就有来，还有1万块的哦，还有1万的，看起来很高级哦，哈。哇，肉酱一口吃掉，哇，肉酱哦，丢出去。Go！ 有了，好棒哦！给他1万的，给他1万的，1万的，你给他1万，快，耶！因为他的记忆力只有在中间的当下，所以要快点给他，我在追你。哦，绕过来。哎，叮当 ，OK， 好，大哥你要看我的手，不要看一直看狗啊。好。对。哦，一位。就是这样就好。你在这边就它还是这么低，上来，它已经上了。OK。好，加去，对。然后赶快叫他，不要进来，来拿饲料，把手提高。赶快来。哦，对，很棒。对，你用这个东西，你觉得你看看他，是一样把这个当成是奖励品，但是他叫好几声之后再给他。Roy 呢，他是一个很温驯、会躺发给我，不说天爱训练也在给我的时间啊，同那个教练他们配合起来，我觉得都还蛮顺手的啦。他的口令我是用日文来做训练，所以有一些口令你需要稍微记一下。抓嘞，这是坐下，对，趴下，起立，他对，跟着 stop。我得从坐下好了，坐下，是，然后捡回来，
也都不知道。没得可以，没得可以。我们一般谈论一个Toyota、Tokyo、Suzuki， 简单啊，没啊，他那个实话嘞。对，我学了2个，第3个一学，前面2个就忘了，因为他的那个字语汇同样的平常讲谈个某穷用啊，就是很特别的单字啊，会比较难吸收啦。Set， 坐下。啊。没得可以啊，没得可以。黄炳坤先生他看起来比较斯文，他居然去挑一只马尼诺比利时狼犬来训练，这个就我比较担心的地方在这里，气势态势压不过那个马尼诺，就可能会比较不太会鸟你。喺按拉登日頭下，無論係訓練也係設計嘅搜救任務，搜救狗喺寶貴嘅黃金40分鐘過後，如果有足夠嘅時間不能了。故所喺基本嘅訓練到場過後，小隊長帶眼人來到嘅最實比頭前，向下來反映透過英勇救人嘅搜救狗。一般搜救犬從出生一直到考試會到差不多可以服役是2歲到3歲。那他退休8歲就退休了，那換句話說，他跟我們在一起時間，實際從事那個搜救的時間差不多5年了，5到6年。那搜救犬退役之後，他們會去哪裡？一般到8歲，我們就開始會寫退休計劃，讓民眾來認養。對，但是這個很搶手的。請問一下小隊長哈，那像我們這個狗，你們跟這個狗相處，如果說5年之後退休。那你們對狗的感情會不會有點不捨，還是覺得很自然，反正走了就走了？每送出去一隻，我就會掉一次眼淚。當然，它就是我的家人啊，搜救場地，它就是我的最佳 partner， 它是我的唯一，就一隻狗。可是我是它的全部啊，剛送出去會難過啊，可是我們還是要釋懷，因為我後面還有培訓犬2隻3隻，我與其照顧2、3隻狗，那讓它退休，人家全家人照顧它一隻。那他幸福多了，所以我們要轉個心念，讓他退休出去是幸福的。在做什么？捐血。他们就是其实是帮助其他生病的狗狗啦。跟人一样。他们也有血型吗？没有，狗狗有13种血型。天哪，那很难配。所以要先做小小检查，对不对？对，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让他可以知道我们捐血的动作是要做哪些动作，然后让他习惯一下整个捐血的流程。规定捐几 cc 吗？以正常狗狗的话，每公斤可以捐18到20。那我们其实是采很少的量，我们大概收250 cc。我们要捐血的时候，这边入针的地方我们会需要消毒，所以它会需要剃一部分的毛。然后有些狗狗听到剃脚的声音就会很紧张，对，所以我会先让它测试这个震动在它脖子这个感觉。你看它都不会动，就表示它还蛮冷静。在捐血的过程，我们会有那个帮浦帮忙抽血，对，所以会有一个这个声音。然后有些狗狗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想看是什么东西这样子。是帮浦在抽，加速的意思。对对对，因为如果我用手慢慢抽，其实很容易就凝血了，那这个血就没有办法用。对对对，过程大概会是5到10分钟，其实蛮久的，不是这一般狗狗可以有办法去撑这么久都不动的，所以它们其实都很乖，才有办法这样子捐血。哇，真的哎，他们是经过训练。今日唔止搜救狗唔單止愛救人，甚至係還愛捐血救別的狗嘅。故所作為的帶狗人，韓國會同搜救狗建立好嘅關係，來增加狗嘅兒人嘅安全感同穩定性。第2天的課程我又進階了，對不對，小隊長？那你手上這個是什麼？
这是狗的背带。那人跟狗呢，要必须进入到灾区，有时候会用直升机吊挂啦，有时候会流笼啊。但是你跟狗必须要在一起，所以给人穿了，然后狗狗是背在它身上。所以大哥，你们 OK 吗？背狗狗？没问题啊，试看。试试看哦。这个都30几公斤了。而且今天可能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剩下3只狗狗，因为另外一只招网哥的 Roger， 好，他的领犬员不在，所以我的阿卡就是先借给招网哥。那我们是不是一只一只开始？好，一个人一个人才能看出你们的体力到哪里了。好，就一只一只来咯。好。OK。哦，你先站起来，慢慢站起来嘛。对，好，行哦，蛮重哦，这样比较不会受力。哦对，绑了。看到，哎，我们上来了，还好吗？很好，很好。哦，文明哥头都按嘞，感觉体力还好了，但是如果说真正要一闪通的话，可能蛮强松哦，灾难现场，因为这只是楼梯而已嘛。按有刚过，所以我紧张。唔係，因為我愛數安尼負擔哦，有安全感啊，冇比酷到一個。哦。今日的訓練主要都係針對帶狗人本身，因為小狗狗提起到在起以前，都會保持最好嘅體能也到，那唔會無人事故弄係體力。故所以帶狗人等上愛把嫩狗嘅上山吹功也到，還會克服會驚狗嘅心理障礙呢。好，下。好，脚真的打直哦，打直一点，好，下，很好，好，再慢慢脚打直，慢慢屁股往后坐，慢一点哦，慢一点。所以这样对我来讲是小菜一碟。好，可以慢慢缩了，嘿，对，很好，很好。对，我没有惧高症，我这种反而垂降对我来讲好玩，真的，我再高我也可以垂下来。 OK， 好，下，脚要弯，好，慢慢可以脚慢慢可以慢慢走。你一定要完全雄心要给帮你拉绳子的人。好，所以呢，就2根绳子，你就可以倒着，然后让屁股腾空坐在那里。那关键还完全信任，你如果有完全信任的话，根本就没什么，你就坐在那边就好了。所以我感觉那块吃斋啊，没乜个压力的。有没有人呢？对，我还是有点紧张，倒退一点，脚都有点软。我现在我会给你绳子，慢慢往后坐。我先往后坐。你先往后坐。好，你把你的重心，像后面有个椅子，在往后坐的感觉。OK， 好，来放。踢摆垂吊，因为我本身都有惧高症，所以我对按高铁下来，我是把我讲，尤其可能去刷个按线条啦。我会讲啊，我不知道他的耐重力多少啊？他们又没有跟我讲说他1000公斤。我想说，那么细的绳子，我算是有点重量的人，会不会掉下去那种感觉？我讲啊。好，来弯进来，弯进来，弯进来。好，手撑。好，手去撑这个，不抓绳子，2只手，对，推着这个。好了，就是 K 就这样，表现的不好。好，下。好，慢慢往下了。你右手可以来，再来，好，慢慢弯，来，弯进来，好，脚弯，快到了。厉害！OK， 到了，成功了。Top that， 好。你这只手势就这要高一点，才会注意这只手。好。对。啊，做了什么努力啊？还是在家里尽量背那个日文啊，又来请教练，来再重新学习跟狗培养感情啊。教练又跟我稍微开示一下，一个口令很顺的流程哦，反而日文就比较好背。所以教练他跟我讲了一下这个美感，我就知道了，而且好像背咒语一样，我就稍微就背起来了这样子。亚如喺我哋基本嘅天然嘅訓練，我講過一班咧，也上面嗰個嗬，邊群個嘢挑戰會個睇，我講過嘢叫佢個冇按好識，好識嘅咧，我見你講很個夾，我講過文明個，佢嗰種佢關哦，嗰種佢講路變做訓練員咧，嗰種個冇按識，我嘢叫佢嗬，我路用本一個做廣告嘅。我講過，因為嘅阿卡吼也鬼好識，故所以見你講很，點樣可以去來喊做的，
系，所以就讲过伊无按紧张，吼，伊可以放肆去做，应该都可以。故说上面个会加油的。培养感情，有的路来时候尽量提名，手啊名啊拿个食物，他不太爱吃食物的人哦，今天就比较有明显的，像昨天还是不受控啊，我气死了，今天我觉得过后一些的啦，稍微他感觉这个好像稍微有点认识了啊，知道这个人了，所以呢如果够强怂一些的，所以给没按的表现的干部还可以，就这样。好，你要比较熟。来，我给了上个字这些，为到2禮拜過後嘅最尾考核，上面睇過做得講明日屯自家嘅盤進行連沙嘅訓練，還個就高幹嘅知識，為能識睇船，甚至提高到地度皮能料，如指望喺短時間內培養出一定嘅感情同默契。一擺嘅考核分做2隻階段，第一階段係實體搜索，帶教人屯小狗狗愛睇5縮5次嘅標語房嘅工廠地圖、成功潛到量嘅等愛研究嘅嘢。第二階段是係綜合項目，2場考核嘅時間加起來冇超過15分鐘，都算過關。不過那係冇照規矩，時間會應加輪上去。那你看現在風向那邊吹。那我們就帶進去裡面。我哋一下路係我們睇過公訴上嘅嗰個是技師。叔叔。你不要像他這麼緊張，你緊張狗狗就怎麼樣？更緊張，更緊張。他會感覺到你。俺哋喺實際的在這個廢墟的工廠裡面，鐵亞家搜救，然後呢，所有的狀況我們都是不了解的。哦，有2個傷者還沒有出來，在裡頭，在哪一個地方？其實我們是很迷惘的，根本都唔知喺哪啊。我們其實都在緊張，給我嘅表現其實唔係吼，因為打分數會打，唔係打給我。交了，第一個。下面有沒有人？沒有。再來。報告指揮官，找到一位在就診。好，收到。有呼吸，請搜救大隊支援。好，收到。叔叔，這跟災難現場是一模一樣的。真的。你說我也是一個相當有經驗的犬隻，往前跑，而且速度蠻快。速度很快哦。製作單位個快時嘛，天意我叫嘅人體流大，唔跌上去嘅冇。因為那邊風太大，味道就吹進去。哦。把它帶到它剛剛一直在徘徊的位置，所以一般在災難現場會有洗雞、洗鴨、洗豬，還有那種已經3天過那種屍蟲味，那個對它來講都不會有任何影響，它這都是干擾。這也是平常我們在訓練的時候必須要加的元素。哦，因為感覺它應該剛剛就有聞到，對不對？可能找不到。你這是干擾，還有叫了，停止，4分0:33。就診找到。好，收到。一
南海生还，找救援队快点支援。好，还是个生还者。这个过程哈，跟他们真实的一个状况，都一个救灾一个状况。不是说我们身临其境啊，那得做一件事情的时间，其实它是很紧张的，然后又有时间呐，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说很煎熬，以为哇大概半个小时过去了，没有想到那就是大概10多分钟的事情。阿卡也是一个战功彪炳的狗狗哦。阿卡，哎，收手。果然是上完厕所，果然就开始工作。哦。要上工去。阿卡。其实我感觉不太出哈，这个真的很专业。是啊。你放狗要再下工去。招广哥去招广哥，已经紧张到已经忘记了。他刚刚会叫你就按停了哦。对。2分22秒。报告指挥官，发现一名昏迷者，马上叫救援队来支援。好，收到。收手。哎，阿卡速度很快哦。阿卡。所以看林犬还是紧张到一直跟在阿卡那边打转。所以其实只要看得到他就好，你就站着就好了，你干嘛一直跟着他跑？他刚才是一直跟着他跑。问题林犬先上楼梯这样。其实招广哥不能预设他已经知道了啦。但是算有干涉。哎，有干扰，然后又不受干扰。所以如果领犬员往前走，狗狗不见得会理你，他还是找他的。他找他的。好，找到了。07。找到一位患者。其实我哋冇了解，应用的去连两头嘅的叫的，应用的琴，我们是一片空白，就慢慢看，慢慢学习，慢慢琢磨。收手。要塞上。不要紧张哦，让他工作哦。这次比较久一点呢，可能 Dam 就是历练，历练比较浅。这个时候他已经到最后面了哈，就林犬又很聪明，改变他的搜索计划，他到最后可能会闻到后面那个人的味道，就是不要执意要找前面这个人，先找后面那个，然后再往这边送，好，那我们就往前走看看。好。这次比较久一点呢，可能 Dam 就是历练，历练比较浅。对，像阿卡。身经百战，对，就会真的比较快，好像也不太算徘徊哎，我觉得。找不到路进去。他只是绕比较久。找不到路进去。到在哪？找不到路。已经8分20秒诶，也拜过救哦，不过等迄呀3条叫的当中，亲之前呢，亲后上，然后资历也比较浅，所以其实照小队长讲，通常这样子的。那么广的地方大概都是20分钟内，所以其实到现在并不算久啦，对，其实是正常的状况，只是刚刚前2位前辈太厉害，太快了，太快了。你这硬地，硬的呢带救者变阿奶，硬这个轮地，唔地啊，嘿，唔地呢。9分51，找到人，收手。收手，是不是有点神神了？他整个欲望都一直降下来。这个有关林犬没有经验啊。
还好啦，这种天气哦，对啊，又是新环境，又天气热。其实龟熊会疼哦，唔免像林犬员吼，俺哋去搞了龟熊会疼过一坑。松叶没？哇，松叶哦，松叶哦，松叶哦，哎呦。报告教官，找到第2名伤患。多大？第一团的考核顺利结束，因为2个考核加加放落的时间做唔得超过15分钟，也蛮病困太高同等嘅成绩，确实看到人会紧张。希望做得第2团嘅综合项目考核家下10万9多转來。一百嘅綜合項目係考驗一道太高同小狗狗嘅默契，考核內容包括高空吹降、彈黑黑、空數難計劃、命令亦能坐下來、抱下去、放起來、接臂咬到轉來，還個頭到尾都做唔得 V 儀式，未做唔得獎勵。PV 係我們太高，搶開始。来，慢，好，脚跟着走，慢。对，一下，对，慢哦，慢。记得对大风垂降下来的时间，那个都还蛮顺利的。好，它姿势原则上都还蛮不错的。快到地面的时候就成弓箭步。好，那你人会往后仰。还在计时哦。还在计时哦。带狗。你忘了你的。好。对，没关系，很顺，而且狗狗是很稳定的，很稳哎。它有一点稍微勒到它脖子了，你看它狗的，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哦，所以你的手不能太上张哦，不能太上。我们能让它允许就3次，但是没有林犬员帮忙真的是不可能哎。好，看看眼睛有没有跟你对焦，下指令哦。哇！也可能让对那个室内不用出，不说呢，然后看到安头摄影机啦，又有瓶子啦，然后有那个麦克风啊，他就以为是玩具，都怪好笑而去搞啊呢，不说失常的现象了嘿。你表示1次是5秒，好，不用这样子。好，漂亮。坐。哎。好，可以。之后呢，你转个方向，你让你的狗知道你要干什么哦。无可厚非啦，但是有压力的，我们尽可能就是去完成。喂。所以你看这个，平常不是跟你朝夕相处，然后短暂成亲，这个都是很难哦。好，第3次再举牌喽，都是4、5个人在这里。这个项目算一半成功，一半哦。那我们鼓掌，谢谢。不要带狗狗。好。要哈黑听EV，变困高，教官请开始。可以 ，OK。走，继续，继续，放轻松，脚慢慢走，脚打直走，脚打直走，对，慢一点，慢再放 ，OK。今年的踢板好了，我紧张，因为他本身嘛有惧高症，所以有第一次做这种动作，还是表现的也没有很好啊，也是不是很好看呐。所以啊，今日我哋18有准備嘅，哦，模擬一下，當天是要下來，我唔按緊張嘅啦，所以我哋個順咧下來，嘛這硬撐啊，要叫嘛有重量啊，還蠻順的。哎，你站着就好了，好，很好，好，很好，好，这也是蠻穩，應該可能有，他跟他不熟。哦。好，一样。这个对狗还是考验的，每次狗。好。好嘞。
那个眼睛先对焦，再下指令。我看到没有？下指令就好，很好。他这里就做好多了。来，对了，现在他看到你手上有什么？漂亮，很好。他有没有在看？好，可以，漂亮。我也可以。来。完成，停。最迷 V 耶，最后一位了，好，起。来，伸手受力，往下坐，来，屁股往下坐，慢慢慢，来，脚跟着走。所以这样同来公司小菜一碟啦。这个东西我工作环境就是跟垂降有一些连贯。今天很难能可贵，看他们3个的体力都还蛮好的，真的。看，上。婷婷，你去站他旁边。好，不错哦。去。握。他眼睛没看你就不要下，好看你了。握。1秒、2秒，站。漂亮，很好。看，换。好，终于回来了。Go。看。好，你看一般这么多的干扰，你看几乎每只狗都会有这个状况。这个指令乱跑它慌，我也跟着慌了。好，你再下一次指令，请它咬回来。Go。看。加一次就5秒。好，明权确定再做一次吗？好，最后一次机会喽，往后退，好，很好。好，这才是成功。停止吗？好 ，OK， 完成了。你刚刚有很紧张吗？压力很大，压力很大，真的。我很想去咬回来。啊，你很想自己去咬回来。对，靠近一下。来，众双板神利用给特内考核，你们觉得加起来谁是第一？让他们文明了。好，文明哥就是觉得又打头阵啊，因为你打头阵，你有牺牲一点。我们结果最后总分第1名是10分35秒，是昭广。哇！意外，撒花。第2名是13分32秒。文明哥也很厉害，然后呢，炳坤哥因为第1阶段有比较那个对不对？所以你总分是16分53秒。哦，也很棒，很棒。对，小队长帮我们讲评一下，炳坤哥，这个比利时狼犬有办法驾驭它，就算很厉害。你相不相信这2只你的狗给他们2个带啊，应该也搞不好比你更差。哦。对，所以看得出这几天你跟他有一点感情起来了。他的口齿清晰，而且简洁有力。他一下打那个 dam 就马上做动作，但是这大哥呢，他就很紧张了，坐下、卧下、趴下，就3个动作就很含糊。那狗狗瞬间要把它理解它。可能要有一点会来不及，而且我觉得文明哥很佩服，是你都没有介意分数啦，你全部就打头阵，因为打头阵的人，什么都是错误的示范先给他们，什么都是陌生的。然后小队长都会说，哦，这边其实怎样，你们2个都有偷听到，对不对？所以就有一点吃香。因为我自己没有养嘛，然后就会觉得，对我没有养狗，然后就会觉得，哎，这个关系是不是你们有养狗的人就本来就有了？所以其实还是不一样，感觉对。可是呢，你们的狗狗不用有出任务，对不对？不用，对啊，它反而是帮我们看家的。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客家版，客家。生日快乐，谢谢。今天录影很刚好。就是文明哥生日，我们今天不只有人吃的蛋糕，还有狗狗的，还要给狗狗哇！那招管你先备用了。这是5万块的啊，就加菜。其实以前没有在过生日，说实在。哦，哎，那你今天这个生日很特别，很特别，因为在这个场合，然后刚好我们拍摄这个节目，然后呢又有这么多毛小孩一起。对，真的有这种革命的同感，这样子哦，真的有，非常感谢大家，谢谢。他有这种经验是某一样的体验呐，这个很好很好。未来的过路的时间，回忆啊，这个过程真的非常棒的一个经验，很难得，非常的难得。然后谢谢你的呢，花样同学会帮人家几篇。法勇小球队。辛苦。